楊蘭蘭否認所有指控，我絕對支持。以中國大陸嗰套思維去睇，見到楊蘭蘭呢種抗拒態度，好多人就會覺得佢應該罪加一等。我諗翻起以前被關押嗰啲地方，唔記得係牆上印嘅字，定係橫幅寫住坦白從寬，抗拒從嚴。諷刺嘅係，我喺中國嘅親身經歷係坦白從寬，牢底坐穿，抗拒從嚴，回家過年。用普通話讀：坦白從寬，牢底坐穿，抗拒從嚴，回家過年。幾順口下，但中國人唔知，其實抗拒唔認罪係人嘅權利。而法輪功媒體仲有佢哋旗下嗰班大 YouTuber， 竟然仲出啲誤導分析。我哋睇下澳洲悉尼嗰個法輪功 YouTuber 一條片。更關鍵的是，昨天的庭審，他的律師居然代表他否認了所有的指控，這簡直太令人意外了。按照我們此前的分析，這種有着道路監控、車輛損傷報告等等客觀證據的嚴重人身傷害事故，全盤否認指控幾乎是不可能的，因為證據在那擺着呢。認罪的話呢，還可以直接減刑25%。正常來說，都是先認罪，有個良好的態度，再辯護，由法庭酌情輕判。但是顯然，楊蘭蘭的情況屬於非正常。那我們就很想知道了，他的權勢背景是不是幫他擺平了澳洲司法？睇完上面，唔知你哋有冇睇出問題？楊蘭蘭已經透過律師喺法庭對所有指控作出不認罪答辯 ，pleads not guilty to all charges， 即係話佢否認全部指控。但中文嘅否認同不認罪喺澳洲司法程序中，其實唔等於我從來冇做錯任何事。真正意思係我選擇要檢控方證明我有罪，之後先進入辯護，雙方舉證嘅程序。我講過我自己嘅例子，我因為違章泊車，車轆壓咗黃線，收到頂格罰款。我有兩個選擇，上庭或者申請復議。我知道自己係違停，所以我揀復議，話唔定可以減罰。理由係落大雨前我趕住入屋，冇留意地下黃線，唔係故意。同一道理，楊蘭蘭到時正式開審，如果檢控話佢 dangerous driving，危險駕駛，佢完全可以講半夜3更視線差，人又唔係好醒，我主觀上冇呢個故意，我冇想撞車，我只係魯莽駕駛 negligent driving， 呢個就係輕罪，好多時只係罰款。你話如果而家就認咗危險駕駛，請個大狀有咩用？傻仔先會承認啦，你以為法庭唔信咩？我講過澳洲悉尼真實案例。有個叫 Iris Tran 嘅女仔，市中心晚上9點綠燈過馬路，一個司機闖紅燈撞死咗佢，最後個司機可以唔使坐監，拍拍屁股走人。佢嘅辯護理由係夜晚視線差，佢將下個路口嘅綠燈當成自己呢個路口嘅綠燈。假如我係楊蘭蘭或佢嘅辯護律師，基於目前已知情況，最接近現實嘅辯護策略係：一、質疑危險駕駛同重大傷害之間嘅因果關係，主張唔係危險駕駛，只係意外或普通過失，目標將危險駕駛降為魯莽駕駛，通常只係罰款。二、否認醉駕或拒測等於視同醉駕嘅推定，主張冇拒絕或有合理原因，例如英文差、驚嚇、情緒混亂，當時唔知點配合，目的避免被按酒駕處理。三、改變責任比例，主張唔係我單方面造成，例如對方有冇可能超速。阿善，目的唔係要話對方有錯，而係降低我呢邊嘅責任，唔達到危險駕駛標準。四、人道角度辯護，例如被告冇前科，事件對佢造成情緒打擊，媒體高度關注，目的影響法官量刑傾向。以上每一步都可能降低罪責，甚至令重罪唔成立。最終目標係避免危險駕駛的重罪，將案件降到輕罪甚至罰款級。呢啲係基於我喺中國公檢法嘅深刻體驗，加埋對澳洲司法制度嘅理解，以現實角度作出嘅分析。